吞嚥困難，用 Precise 液體增稠劑比一般凝固粉更勝一籌。長者因為器官退化、身體虛弱或者其他疾病，例如中風、柏金遜等等，就容易有吞嚥困難嘅問題，會造成腸咳，甚至會有吸入性肺炎。因此就有增稠劑幫助將流質食物同埋飲料增加潔度，降低佢嘅流動性，降低續親嘅風險。坊間增稠劑以粉劑為主，容易同食物或者飲料混合不勻而起粒，影響用者進食。今日我哋真善美為大家介紹佢哋嘅 Precise Thick and Instant， 可以快速、輕鬆同各式各樣飲品均勻混合，唔會結塊或者起粒，好容易就可以做出極度順滑嘅液體飲料增稠劑。Precise 嚟自澳洲嘅百年品牌，自1875年起開始於昆士蘭生產飲食相關產品，並獲得多項認證，符合 IDDSI 標準，品質值得信賴，方便吞嚥困難患者同埋照顧者使用。用法十分簡單易用，配合 Precise 精確嘅泵頭，提供準確無誤嘅份量。一按等於 IDDSI Level 2， 二按等於 IDDSI Level 3， 四按等於 IDDSI Level 4。只需30秒即可快速增稠。 Precise Thick and Instant 能夠提供穩定增稠效果長達24小時，能夠用於各種飲料、補充飲品，包括奶類、汽水，甚至酒精飲品。不論任何飲品，只需一支 Precise 就可以有你想要嘅增稠效果。Precise 樽身同埋泵頭以密封設計，減低交叉污染風險，對衛生有保障。每次用完，只需要使用抗菌濕紙巾擦拭泵嘴就可以完成清潔，十分方便。注意，請勿將產品放入雪櫃。如果對以上商品有興趣，歡迎致電俾我哋，或者上網頁選購。